大家好，我係 Echo Chamber 嘅 Vivian， 好開心緣分安排我哋相遇。今日係公曆2025年10月19日，星期日，農曆8月28日。今日嘅八字係乙巳年，丙巳勾月，辛酉日喺建除12辰入邊。今日係一個閉日，代表住圓滿閉合，所以今日嘅宇宙能量特別適合我哋將一啲事情好好收尾，整理一下思緒，係一個向內求嘅好日子。而家就等我為大家詳細解讀今日嘅宇宙訊息，等我哋一齊趨吉避凶，將今日過得更安然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今日12生肖嘅朋友仔有啲咩需要注意呢？今日要特別留心嘅就係屬兔嘅朋友仔，因為今日係有乜衝，你可能會覺得比較心浮氣躁，容易同人有啲小摩擦或者口角，尤其喺家庭聚會嘅時候。特別係1987年丁卯年出世嘅朋友，今日情緒起伏可能會比較大，要多啲關心自己嘅內心感受。呢個時候記得凡事以和為貴，講嘢之前不妨先深呼吸一下，停一停，諗一諗。另外一個好容易嘅化解方法就係佩戴一件龍形嘅飾物，因為龍同今日酉雞係六合，可以好似一位和事佬咁，幫你轉化呢股相沖嘅能量，帶嚟和諧。有朋友仔要多加注意，亦都有幸運嘅朋友仔要好好把握機會啦。今日嘅幸運兒就係屬龍同埋屬蛇嘅朋友，你哋今日嘅人緣運勢非常之好，無論係同屋企人、朋友相處，定係同生意夥伴傾合作，都會感覺特別順心，好似有股助力推動緊你咁。所以不妨主動啲約下親朋好友食飯聚會，溫存一下感情。如果係傾生意，亦都好容易得到你心目中理想嘅成果嘅。我哋可以借助今日嘅方位能量，為自己嘅生活加添一啲好運。想催旺財運嘅朋友，今日嘅財神爺喺正東方，無論係傾生意、計數，都可以多啲面向呢個方位，或者喺屋企嘅正東方擺放一啲綠色嘅小植物，都有助你聚財納氣。而想增進人緣同感情運嘅朋友呢，今日嘅喜神就喺西南方，不妨多啲喺呢個方位活動，例如約朋友喺屋企西南邊嘅 cafe 坐下，或者喺嗰度處理同人溝通嘅事務，都有利喜事降臨，令你嘅笑容更燦爛。除咗空間嘅方位，時間嘅選擇都係一門學問。我哋嚟睇下今日有邊啲機會之窗，同埋需要靜心嘅休息時段。今日嘅吉時有3個，第一係朝早7點到9點嘅辰時，非常適合一家人安靜咁食個靚早餐，溫馨咁計劃一下今日嘅活動。第二係9點到11點嘅巳時，能量好順暢，如果需要出門處理一啲重要嘅私人事務，或者行下街，都會感覺事半功倍。第三係下晝1點到3點嘅未時，係一個好高效嘅時段，可以約朋友飲杯下午茶傾下心事，或者靜靜地完成手上嘅一啲手尾工作，效率會特別高。至於溫馨提示方面，清晨5點到7點嘅卯時係今日嘅相沖時辰，能量比較混亂，盡量避免安排重要事情，俾自己瞓多陣會更好。而傍晚5點到7點嘅酉時係自刑時辰，我哋容易胡思亂想，轉牛角時候，呢個提自己要保持心平氣和，唔好太執着。我哋每日嘅運程其實都受到天上星神嘅微妙影響，而家就等我哋一齊解讀今日嘅星神啟示。今日嘅天空有好和諧嘅能量，首先有3合，代表團結同合作嘅力量，所以今日好有利於團隊合作，建立良好嘅人際關係。另外仲有不將，意思係陰陽氣場好調和，可以減少好多矛盾衝突，係一個平穩嘅好日子。但同時宇宙亦都提醒我哋要保持警惕，今日有粒月亥星，提醒我哋要提防身邊可能出現嘅小人，或者暗中嘅阻滯。做任何事都要留多個心眼，保護好自己。另外仲有粒天蓬星，警示可能會有官非口舌之事，所以今日要奉公守法。如果需要處理文件合約，記得要睇清楚條款，格外小心。最後我哋總結一下，根據今日閉日嘅能量，最適合做同埋應該暫時避免做嘅事。今日非常適合做一啲收尾、修補同埋內省嘅事，例如去參拜祈福、祭祀祖先，又或者修理一下屋企損壞嘅物件。如果身體唔舒服，今日求醫問藥都對康復好有利。但係一啲開創性、大規模嘅事情，今日就要盡量避免啦，好似結婚嫁娶、
店鋪開張、搬屋入伙、動土裝修，甚至係長途遠行，都唔係今日嘅最佳選擇。我哋將呢啲大事留返個好啲嘅日子先做啦。最後我哋總結一下，根據今日閉日嘅能量，最適合做同埋應該暫時避免做嘅事。今日非常適合做一啲收尾、修補同埋內省嘅事，例如去參拜祈福、祭祀祖先，又或者修理一下屋企損壞嘅物件。如果身體唔舒服，今日求醫問藥都對康復好有利。但係一啲開創性、大規模嘅事情，今日就要盡量避免啦，好似結婚嫁娶、店鋪開張、搬屋入伙、動土裝修，甚至係長途遠行，都唔係今日嘅最佳選擇。我哋將呢啲大事留返個好啲嘅日子先做啦。總括嚟講，今日係一個適合向內求嘅日子，與其向外尋求刺激，不如靜落嚟整理好自己嘅思同埋周邊嘅環境。希望呢份詳細嘅每日提醒，可以幫助你將今日過得更安然、更自在。記住，我哋了解運程係為咗更溫柔咁對待自己，更有智慧咁掌握人生。祝願你今日家宅安寧、平安喜樂。聽日同一時間，我哋準時再見。